疫情转好哦，即马世界各国拢用流行感冒病毒来看待武汉肺炎病毒。今仔日一场公听会，有学者是提醒讲，武汉肺炎病毒是搁继续在变种，建议讲咱国内应该爱有危险分散的观念。无做过疫苗的人是种上危险的族群哦，老大人佮有慢性病则高风险的族群，嘛拢应该爱特别注意。后疫情时代，各国拢有共识，知影爱甲病毒共存。毋过13伫立法院一场新冠疫情的公听会，有专家提醒，新冠肺炎要发展到参一般流感共款，还阁需要一段时间。目前国内防疫放令，三个族群的人要是袂当看轻。是我们认为应该要有危险分层的观念，那这地方现在目前最高危险群是没打疫苗，再来就是脆弱族群，包括长者以及免疫缺乏以及长期使用这个类固醇这些等等的，还有慢性病的病人。学者表示，新冠病毒当咧发展伊的多样性，防疫应该爱有危险分散的观念，包括药品甲医疗措施的分配。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建议，会当参考欧美的国家，伫医疗资源无欠缺的情形下，放大照护的族群。有一些高危险因子，比如说高血压的，那是比如 BMI 25到30的，那吸烟的，那这些可能目前都没有列在台湾的高风险因子里面，但是在国外，美国 CDC 其实都有。针对未来防疫的方向，专家强调疫苗应该下一档做一摆，特殊族群就用抗病毒药物来加强保护。记者麦上郑俊佑台北报道。